阵雨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人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阿嫂，阿嫂，我也无啊啦。哎，阿嫂，阿嫂，阿嫂，我也无啊啦。阿嫂，阿嫂，这2、3年你上走去倒位啦？阮阿兄为着要找你，已经将伊的头颅拢撕掉。你哪带咧？即摆走去台北开客运车要找你呢？敢讲这2、3年，你拢无去拄着面笑？阿嫂。你唔通搁走啊！我赶紧来拍你电话吼，叫阮阿兄落来。恁2个吼见面讲讲的。多谢，无啥物话好讲。哎，阿嫂，阿嫂。
我一个玻璃杯啊。文英，看你哦，这几工敢若亲像有啥心事性？无啊，无啥物，只不过是感觉足忝的。伤过忝，应该休困才对。无咯，我隔壁干就要去新加坡啊，我阁足侪代志要处理，哪会休困？文英啊，你的工作态度永远就是遐尔认真。你若需要有我甲你斗相共，你尽量甲我讲啊，家己唔通伤过忝，知影无？啊，对啦，我想要去工程详细看一遍。好啊，我陪你来去啊。透冻诶，等已经找一工啊，敢若连一点仔消息拢无啦。是讲大新无毋知找到安怎吼？特动啦，阮三出嘛，拢嘛特动。我嘛是安尼想啦。我来。坤啊，阿坤啊，哇，哪会无人？敢会出去啊？无可能咧，啊，阵仔要开时阵哦，啊，佮看到阿坤啊，车伫楼骹。是啊。这我甲你看啊。特动，大新无，你嘛来啊？在。系啊，在。你找有无？小莲甲小美知影，一定会真失望啦。哎哟，失望嘛无法度，啊都找无啊，哪有法度？大金宝，大金宝，啊，你哪过来啊？是啊，哎，大金宝，你有找到阮妈妈无？哎这，小美，你毋免失望啦，只要咱有信心，一定会找到恁妈妈的。嘿啦，特动之后一定将你妈妈找转来，互你，吼。小美，恁爸爸哪会无去接恁下课？啊，我已经较大汉啦，唔免爸爸操心啊，所以吼，小玲伊上下课拢是我咧带啊。安尼哦，哈哈哟，也真乖哦。哎呦，心肝去互风吹着哦。是啥物？担心啦。哦。这么无责任的老母，会当生出这么捌代志的囡仔，只好做歹得出好笋啦。大金宝，恁大家入来坐啊。大新宝啊，恁入去就好啊啦。我已经出来一工啊，无爱来去病院看阮阿爸，哈。啊，你我入去哦。是啊。是安尼嘛好啦，特动诶。啊？啊，你陪小姚啊去病院看因老爸，顺续替我甲因老爸问安静。特动。去。大新宝，阮来去啊。好啦。爸爸，你醒了？爸爸，哪呢啦？是安怎啦？这大人大整的眠床唔困咧困地板啦。紧甲看嘛，紧甲看嘛。酒，哇！安怎？啉酒醉啊！啊，啉酒醉哦！嘿哎哟，这个人哦，实在有够无志气呢。这个时阵啊，还搁咧啉酒啦，迄莫怪因某歪滴啦。甲擦起，甲擦起。来，较细点，较细点。来。哎呀，阿姐，文英，啊，过来叫文英。来，我嚟。过来叫文英啊！爸爸。大进步啊！爸爸，你还搁知影通叫大进步啊？好哟，啊，唔好甲彩，阮紧转来。啊，阮若较晚转来，你是要注意到当时。哦，你真爱啉就对。好，来，你若遐爱啉哦，来，我陪你啉嘛，来啉啦。来啉吗？在，我是心情歹，毋才咧啉酒。你是咧骗笑的，啊，心情歹就一定爱啉酒啊？哎哟，你实在是互阮足失望的，你知影无？你若毋自啉酒的时间，啊去找恁某啊？啊，电话你惊啊，毋紧来接。喂，阿无啊，什么代志？啊？有文英的消息？我知影，相当过远，我知，多谢你。阿坤啊，有文英的消息来少。哎，
爸爸，那么你就，你若是讲伫香港花园有看到你妈妈，我就知，妈妈一定会搁去香港花园找阮。爸爸，咱去找妈妈嘛。爸爸，你带我来香港花园找妈妈。哦，你乖乖，你莫吵吼，爸爸想看卖。但管你想啥，紧传的来相当花园带恁某转来就对啊啦。阿呆啊，你唔知影，靠说讲，咱若拢去相当花园去找文英，要万一文英若是转来厝的，也若找无阮，到时阵烧出路是要安怎？啊，对吼，安尼啦，阿坤啊，啊无相当花园哦，互阮来去啦。啊，你留在厝的等文英啦，啊，互阮来相当找。小金宝，我嘛要去。我嘛要去。哦，你若要去哦？哎，恁两个袂用安尼，大进步已经真无用啊，唔通搁麻烦你。袂啦，袂麻烦啦。啊，佮再讲吼，你一个查甫人要带两个囡仔出去吼，安尼唔遮麻烦，你嘛无法度通照顾，你看影无？交互我照顾较妥当啦。而且你留在厝的等文英，啊，阮来相当花园找文英，安尼唔则袂烧出路。啊，无安尼嘛是好，大进步啊，麻烦你啊。哎呀，莫讲安尼啦，只要你若好好啊振作起来做代志吼，我安尼替你斗无用，啊，唔则有价值，对无？阿呆啊，来，咱来去，咱来去，你找我来找妈妈。来爸爸再见。来，啊，若有消息再联络啦哈。阿爸，来食水果。好食无？好食，哦，是啦，半边嘛袂歹，吼。你即马才知影？哼，若唔是我做年哦，哪有机会轮到你？哎呀，套长，咱讲实在，哇，这间病哦，你为扫涂骹的甲院长哦，哦，拢熟悉啊。所以我是按朋友基照拢住即款的病房啦。当然的咯，我做当，什么代志拢嘛做当。什么代志拢嘛做当？当然做当咯。啊，这也唔相信嘞。啊，无我问你，咱内面的护士小姐多一个较水啊？阿爸，你过来哦！大家若听到水查囡仔，你的骨箭头就搁行起来。按早行，阿爸凊彩讲讲的那尔啦。凊彩讲讲的，凊彩讲讲嘛袂用记啦。透透，我感觉你愈来愈像阮阿爸呢。甲阮阿爸同款，猪八戒。有消息啦！有消息啦！快紧，有消息啦！有消息啦！来，消息咧，是不是有文英的消息啦？说唔通阿坤啊，因小弟吼，伫相当花园去拄到文英啊啦。消息咧哦，那呢，咱起来去找伊啊。哎呦，免着急啦，要找人的代志吼，交代互阮来烦恼就好啊。你也是带车照顾恁阿爸啦。大金宝啊，我平常时拢咧听你，这摆袂用听你。为什么阮走这袂用去哩？啊，我不爱互伊去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哎呦，什么为着我好？我这都免人照顾，我也无啥病啦，你啦，对不对？阮小强啊，一定爱跟你去啦。大金宝啊，拜托你啦，你害我甲恁斗阵去找啊，啊无定着我嘛会当甲恁斗3工。啊，毋过你就是安尼啊，我袂得去，阮查某囝代表我，就表示我的关心哦。小强啊，你爱好好找哦，你若找无着，唔通甲我倒转来哦。是，阿爸。是讲恁大家去啊，啊我迄台计程车煞无人通驶，你去拍日头。啊，这样了。啊，无安尼好啦。阿呆啊，这摆你莫去啦，你留落来开客停车啊，啊嘛用的吼，顺续趁钱，啊顺续斗找人啊。安尼嘛好哦，无哦，阮守孝乃无伴。是啦。哎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你两个外国水咧，哎。摕我爸爸，小心的哦，哈。偌慷慨啊！啊，你哪安尼遐尔啊神秘啦？啊，你摕迄包是啥物货？安尼点点啊拄互伊？老实啦。是啊，我啊，这到底是会看你还未看你啊呢？啊，来拍开看就知影啊。哦，20万哦！哦，你真正慷慨得着，才摕20万尔，你上少嘛摕200万。哎呦，好啊啦，妥当的。人若有迄个心意吼，应该甲人甘心，哪大爱限定偌济？来，小玲甲小美，小铁哩，甲迄个慷慨阿公谢谢。慷慨阿公，谢谢。哦，
你叫我阿公，叫阿叔就好。阿叔啊，哎呦，你叫是你还搁来幼气哦，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咱行，行。阿爸，我来去啊。走。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走。外孔凯，啊你是咧创啥？啊一大堆人，你干那会拖动会倒转来？哎呦，啊，那你是有啥物代志，都直接甲我讲就好啊嘛。我啥代志啦？无代志，有代志。啥个？伊等下叫我介绍一个红尾护士给伊啦。你坏啊？哎呦，恁查甫人就是安尼啦，哼，莫怪我歪嫁啊，行。来，大姐夫。我先站好你。来，你创啥来怪问？讲一个，你也袂去红啊？啊是袂使哦。是安尼啦，阮自从甲你熟识了后吼，我就足敬重你，哎呀，足欣赏你，足钦佩你呐咧。所以我有一句话哦，想要对你讲。哎呀，你敢要甲我讲话吼，唔免一定讲一句，讲10句嘛无要紧啊，你去讲。我是讲我哦，哎呦，啊，大一个查甫人应该讲的就讲，安尼吞吐，你咧创啥了？不是啦，我是吼足重要的代志啊，我都是要安怎？你先啊唔讲啦，啊你是超工甲我叫倒转来，听你住咧圆安尼就对。我是讲。啊好啦，我无闲啊，人咧等我啦，听下我转来再讲啦。大进步，我喜欢你。小米，小玲，阿姐，哇，乖，这大汉啦，哎，无叫叔叔，乖，阿姐，嘿，小米，这大汉啦哈，你好，啊，你就是小米甲小玲的阿叔哦。啊，我就是大金婆啊啦。哦，你就是大金婆啊？啊。有啦，我都伫电话中吼，有听阮大兄讲起你啦，真多谢你啊！唔免说多谢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个我师啊啦，徒弟啊。我叫特董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个就是秀玉啊啦。哦，秀玉小姐你好，大金婆啊，真感谢你啦，为着这两个囡仔安尼吼，互你这么斗下手。一点分情哦，唔知阮哪甲你报答。哎呦，你若要讲安尼啦，互相斗帮忙，这是应该嘛。重影啦，啊，你敢是讲有看到囡仔那尔？啊，是真正假啊？是啦，啊，你昨昏吼，伫遮有拄着。真实的啊？大金婆啊，2年前吼，阮妈妈就是伫遐离开阮的，来，我带你来去。哎呦，对，来遐找看嘛咧，来。这风景够水得着。套动的，紧行。哦好。这个你啦。啊，真是安尼哦。是啦，大金婆啊，啊，这2、3年前啊，你讲就是带这两个囡仔来遮听你话耍，看囡仔耍啊足欢喜的时阵啊，阮老师要活的就做走哩。啊，这样哦。是啊。哎呦，世间有这个老母安尼心肝少年硬，行会开骹，有够无负责任的啦。是讲，赶紧，啊大金婆吼，才甲你斗3工，哈。大金婆啊，那讲阮妈妈，若毋是阮爸爸吼，对阮妈爸遐歹，阮妈妈嘛袂离开过阮身边啊。哥哥，我要讨阮妈妈，你讨我来讨阮妈妈吧。好。对。咩？咱来哈。咱去阿哥哈。去阿坐。我买一定来开。对，大
等下等哦，绝对得当的啦。妹妹啊，人咧讲吼，当久就是你的啊。对啊，你妈妈一定会来遮找你吼。好啦，安尼恁两个吼，从啊留在遮陪小美甲小玲等因妈妈，无得看因妈妈会来遮找因，爱顾好哦，唔通碰见啊。哎，绝对得当啦。嗯，啊，你带我来去恁旧厝。啥？去阮旧厝？啊，旧厝都已经卖掉，啊，搁走遐要创啥？山林自有办法。哦。阮囡仔较早就住伫遮啦。是这间啊？是啊是啊是啊。哦，这么有人伫了无咧？内底有人伫无？有伫了无啊？哎。啊，咱跟兄嫂人啊，咱来借问一下吼，文玲仔唔知有住伫遮无吼？啊，伊2年外前就话阮就走啊呢。啊，你2年外前就话你啊？啊，袂你了，伊敢捌过来？伊1年外前捌来，啊，加就捌来啊啦。哎，我安尼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到时吼，到咱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再过来佚佗啦。好，多谢多谢。红衫裙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这个家庭今仔日发生这代志吼，阮阿兄爱负真大的责任。阮阿嫂原本是一个护士，伊咧照顾病人比别人较有爱心。有一回吼，叫互朋友来甲拜托，叫伊人做特别护士。来照顾一个病人做福建，迄段时间比较较无闲通转来厝的。结果阮阿兄煞来误会，讲啥物阮阿嫂甲迄个病人有暧昧。若无哪会讲厝的拢无咧，也无咧管厝的啦，啊放迄囡仔拢伫外面四界跑跑走。这家庭的不良吼，就是安尼来引起的。哦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文英啊，伊才离家出走是？你啥物咧离家出走？就是因为安尼，阮阿兄才甲阮阿嫂赶出去。哈，文英啊是叫阿坤啊赶出去的哦。是啦。哦，莫怪文英啊对阿坤啊这较死心啦。轰动轰动！大金宝自了播出以来，轰动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收视搁在破新的纪录。制作单位为了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爱护，所以要送大奖给大家。请问大金宝第40集的时阵，敢会倒转去山顶来受刑呢？来批请寄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大金宝串工湖制作单位收就可以。大家赶紧将这个好消息，甲厝边头尾倒相报一下，奖品丰富，物色良机。明仔载敬请同一个时间继续讲收看大金宝串工湖。将油问来吹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。